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你的几行茶最暖满意，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迄昨晚风势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落落。用下等等桥等走戏，咱的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卷世福生显现，听念书，摕赞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来一杯饮生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转眼后擦眼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哦，聊好嘛强呢，走来走来。讲，你是在说我讲吗？没看到个子那么小，动作那么快的。哎，叔，这个给你。啊？真的呀，淑慧，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呢。安子生，哎呀，叔，啊请你不要这样啦。爱上我，你不会有好下场哦。哎呦，我都知道啦。最近我只要经过这里吼，你都故意跟我要发票，这不是故意找机会跟我搭讪是什么啦？哎呦，阿元叔，人家我的命吼只会嫁给小开啦，而且你年纪一大把了，我是真的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这些发票当做是我对你的一点点歉意，以后就请你把我忘了吧。淑慧呀，我是2个孩子的爸呢，这个玩笑不能乱开哦，哈。我知道你没有在开玩笑啦，不然怎么会抓着我的纤纤玉手死都不放啊？淑慧小姐，淑慧小姐，不好意思哈，您别误会哈。我是要发票去参加那个县政府最近的抽奖活动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哈。只是为了抽奖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最近那路上从这里过的人，每个我都跟他要发票啊。我换了很多张的那个兑奖券，搞不好有几百张了。哦，说不定那头奖早就是我抽中的啊！我兑了奖以后，我拿些头奖的奖金，我就可以。辛苦了，阿元叔。如果你像我这么强的话，只要点头嫁入豪门，就可以变成有钱人啦，就不用辛苦的兑发票了。不是兑发票，是抽奖。哎呦，不管怎么样，辛苦了，可怜哦。对啊，抽奖你就敌人啊，看谁可怜。哎，救命！那我晒啊，我晒啊。很好啊，全面出清，身体健康。嘿，不是啦，我说我不行了啦，唱歌更想痛哦。马上很硬嘅做古装海啊！哎呦，这么简单，讲无使开细细，当然也较讲的啊。讲哈讲，阿言，来，两笔夹笔。冇问题，停得来。哎呦，哎呀，莫个来的啦！按葡萄，我们用新买的浴盐泡脚。好 ，Q V 太好啊！来，隔壁来咧。今天来用啊。哎呦，老板，今天不是开店吗？难得享受一下贵妇的生活。阿姨，抽奖券拿出来，送康安去多总。哎，你还得
就要叫伊往去厝中骗。系啊，英上人门边天数，告诉爱着啊去 shopping， 爱知道啊，爱着暗有诚意啊，门边天作会促足。我啷讲，我促足人喜爱。啊？我讲嘢就唔掂，促足去赌，不见得要速度。要准，本身是好个命理，还有感应，啊，伫那几种要速度奖。哪几种啊？看，那边还没写个168啦。168咩？168的意思就是一路当风，做有个次行茶，都剪落剪去。啊，有个668啦，有看到冇？叫啥？668就是688，就是那8高级音响。来，廖总是清底咧，有看到冇？888，稳团，你马来。888，头奖嘿。阿兄子讲个错啦，跳奖。赚几赚哈？终于吃饱了哦哈。冇错呀。啊 ，QV， 等一下啦，给我叫起来。阿廖总要错啦。哎呦，冇现钱哦，按路中央，我听到我出头奖啊。阿燕爸，你系咪嘅？我想去hem哦。阿燕爸，我不干。阿燕叔，你很好啊。莫怪俺爸見學農醫，雖然免費，不過先從最好啦。因為佢那已經一定會退休啊。阿夢廿班因為留嘅戲演舊本啊，什麼醫呢？阿拉本變退休。咦？阿燕爸老啦。什麼醫？出奖片。就迄阿年哦，安尼也遮比迄治安唔单枪啊，迄公路，迄阿燕的叫声，切你躺倒会免唔甘来啊！要他每天留在看电视。嘿呀，我就躺到牙上动态下来看一下。爸，你提嘞？丢我！哦，爸，发什么个事啊？哦，爸，就你啦。知道，你听我爸啦，爸，佢嘅堂太萬聲，人生冇生氣嘅。姐，看爸喲，冇聽錯係中年危機啊！哦，爸，阿勇啦。咋了？小芳姨姐，阿燕叔。然後我來問人哋要抽獎券冇？要捱老捱咩假期來有唔中？唔中啊！安多，阿燕爸，攞來哈，攞來。阿燕叔，你會到一件啊？我講啊，佢怕迄個嘛個中年危機啦。啊，唔會吧？阿燕叔，我叫啦，紅衣條尾要好報啊！你按老阿文變退休，我哋
人哋會撈幾講，佢哋會鬥什麼嘢啦？冇笑啦！什麼嘅？不要講嘛該，幹啥嘛該啊？抽奖券啊！哎呀媽，我收集了好多抽獎券，我唔變講呢。真勁啊！爸，要多好啊！你做乜行喲？唔過抽獎券盤盤表，佢會拿嘿？沒有，伊甲我真銀拿。抽啊，佢啱啱好，我會拿嘿。唔會啦，佢都冇收錢的啦，抽獎券應該會拿吧？我知道佢出太小強，其他應該全部冇嘅哦。啊，你用解散哦？嘿，唔聽我講啊，伊語提醒夢中人哦，啊，文邊冇電咗，唔可以拿好，佢唔可以拿張抽哦。也唔可以拿，也唔可以拿，啊文邊，啊文邊唔可以拿，啊文邊。中年危機，阿年嫂，唔姑娘一下，我去看看咧。哦，爸媽。你本来按到对种人，我爱去厝嘅吃行茶哦。我唔驚唔少我啊，然後很愛兩晚同時地同聽書嘅事情咧。雖然手上送的咧推浪的小強冇強用，不過咪係高級的哦。因為唔對嘅心意愛弟啦，唔過吼，唔可以數抽嘛，啊文邊。啊，係，小樂講嘅抽哦，啊文邊，絕對唔可以數了就對獎券哦。唔要看伊無，是因為啊文邊，我一個正正當當、人強有為嘅好商人啊，我會留個精神咧，托地嘅投機取巧嘅機會當方咧，弄抽也唔錯，啊文邊。錯啦，唔過愛弟已經去到熟悉也到對種人動辛苦呢，我會唔會錢冇咁年輕？哎呀，啊文邊啊！一個女性啊，總得剔過輕易嘅動搖啦。係啊，客家嘅古老語言有一句話講得當有理啊，腳條大下出黃金，像個三行大兵，腳踏實地，三行去做呢，早唔見得唔怕，賣過做好嘅啊，無上我頂個嘅對焦冇對到噶，即個心爽啊一刀，啊文邊，阿念錯，錯，愛弟咧，瑩瑩，歹勢。哎呀好，就留給對種人，對咧。哇，暗殺術啊 ，good。阿念錯，什麼老愛講暗道呢？冇吼，我根本做唔得起哄起來。阿弟，瑩瑩，愛弟啦，你想要學點啊？不過我做唔得貴生意，都按艱苦啊。我會三方大表，就算我請到小強，我還做得再個買一台來紀念佢啊！錯冇？走。應該不錯的啦，我不應該寄望抽獎券。文亮哥，白謝啦，以後有機會我一定會補償你。唔怕啦，一下跳暗咧，唔對啊，更加中意，嗬。哦，好。有啲新進咯。哦，天天行下，看得多哈，生意。妹啊，哎呀哈，我順沙人日嘅體質嚟度，嗬。裝得，阿你，唔通係講暗道？冇嗬，我根本冇裝得起哄起來。阿弟，我用去攀地，老人本來多提升哦。講嘛看，還沒談夢啊。啊，在順沙動做咩？裝得，阿你說，我堅持，我要堅持啊！我都堅持，我還要堅持，我非常堅持，我去堅持。阿念說你冇看動我，我，阿念說，我動我，你有沒動我？轉去的啦，啊？轉去我卡，乜嘅啊？轉去我卡的，唔講乜嘅啊？在嗎？我用湯喎，阿先生。好啦好啦。哦。天霸，天霸，啊？天霸，
迄上，唔讲嘛该？迄唔则天放还太散。啊？喂，有问题啊？讲翻西上呢？是。水猫了。哦，那都骗买起嘎，观念错误，不是真心的想帮文炳哥找脚踏车。我应该要再积极一点。那该开饭就凶狗了呀，还能怎么积极？我还想没听说那个人只是顺手牵手脚踏车，该铁马后还停在镇上的某一个地方。奶奶应该缩小范围，更一情况。好好，内底有冇想过的其他事情啊？安尼啦，天公好变了，奶奶都去给路红更情况。好啊好啊，水猫。小倩。奶娘蛮低的啦，守株待兔不见得有用哎。水某，水某啦，讲你做嘛该咯？神经病啊！还是在死在青岛前，班总莫错，烂活动。唔免讲，我看迄八种啊，基本上都利用人骗人的。迄物件卖了卖假，假卖了卖，是较多得的钱啊。哈哈。外面撮像迄机上一点点，那有嘛意思？有用啥？个油灯的唔错，样样出来抽屉内，做嘛呢？讲爱，中医啊。我老唔讲啦，亚种用发票去本抽奖券嘅发通係清有意思、清好嘅印啲因為佢一方面呢做啲本電子限卡流通，促進消費，又做得啦增加企業嘅收入；另外一方面又做得因為消費增加地方嘅稅數，亞種嘅上市行銷嘅方法太教育應該學起咯。應該民宿你應該學起嘅方法咩？呀，我想。对啊，有抽奖呢，来，記得。 500块礼券 ，yes， 停個！好啊，来，等我啉咖啡。抽獎搶咖啡，冇聽我慘喎。吃饭。捱冇事呀，我攞去開飯店。啊？去台北啦。台北？台北啦。500塊你呢？你差點就唔啦。我要記得我兩個獎啊！连屁都是臭的。拜托，听我吧，拜托，我替老球，拜托，莫帮我抽奖啊！爸，小乐，你快昏倒了！我爸，赶快上去了！來，給你，人來。爸，用的啦，有冇講翻哦？那些小樂還記得冇啊？爸，我
我刚都检查过啦，心跳、血压一切都正常啊。这样也叫正常？你看他嘴巴都歪掉了。规个笑的时母啊，这拢歪歪呢。啊？笑的时候嘴巴都歪歪的。哦。淑慧，我爸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检查过了？他这个样子，是不是中风啊？老实说，以我的经验来判断，不像啊。规咧笑呢，你叫呢？咧笑啦，你叫咧笑。都用啥用呀？爸，办公房。鬼又笑，没有叫呢。拜托诶，咱出个500块是个碳烤牛排，给人700块你冇破。是甲讲我抢来吃饭，迄个有嫌贵。哦，俺没嫌，俺没，哎呦，俺没嫌贵啦，这是算货啦。哼，办法唔是讲按头啊，爱菜就会爱菜。好，好，你咪唔抵个700块哦。所以买几多点油做来烤，我当然自己买真落的。好，跟你出去买，俺来做 barbecue。你讲烤肉啊？呀，唔是很麻烦吧？就讲诶。俺就带到避风厅啊。Excuse me，你说了爱抢都冇抢啊？好啦，烤肉有冇？爱抢。Good，那就那样是。喂，我生意是做吉他的，你冇？等下有喊啊？做吉他，烫你碰碰，当你喊都唔叫做买，夹啦，莫你应头哦，那就人个渣唔滴，哼！好啦，西南人一击发天公，开边，就是卡，就是的。阿姨，你会不会变到暗用啊？佮淑慧有讲，唔免中风呢。贵妃车的师傅规家己拢懵哦，夫人敢若唔见开啊呢？会唔会佮吓到无？滚！哎呀，迄嘛该啊，阿姨无吓到啊，眼先吓死咧。歹势啊，歹势。迄个啊，有敢用吓到，安尼，叫佢变到唔会讲话无？安尼吃下贵啦。用了啦，你冇吃东西呢，唔会肚饥咩？唔会吃茶吗？把人讲发啊！姐，爸爸唔可以按用品啊！俺们唔得啊，要他讲啊都冇好啦。啊，爸爸饼啊，爸人讲嘛？爸爸唔会很文饼啊？文饼。爸人要请文饼啊！请文饼做嘛啊？哎呦，你看看一请文饼过来啦！好了。爸，来请文饼走嘛！文饼，你好起来啊嘛？文饼。小乐，阿姨。
姨，你阿爸有较好意思嘞无？其行咧老臭本因穷用啊，唔过伊调下讲法咧。讲法讲嘛干？伊以前咧亲文饼，哈？迄阿乌啊，亲阮病头怎么改啊？外面唔知啊，年也无错啊。无彩，唔係應該運通轉來咧？哦，无，贵呀家年吼弄懒懒，没亏。啊？他这几天都无精打采的，没有去啊。嘿哦，佢去哪呀？伊敢有可能去请次郎茶啊？啊，无停车哦。阿天讲吼，天码头真正的，起飞真少呢。哎呦，也冇通腰啊，去換你阿爸。好。唔愛錢換餅，阿燕啊，還記得愛你。文餅。哎呦，快咧！乜嘢聽乜嘢都唔抵咧。那請哦。阿月阿叔啊，我係你啥？阿月阿叔啊，迄係根子，也係妹子。文餅，你聽阿網友講啊？今仔家就唔記得咧，用較啥啦？要係乜嘢？總統用這個空來啊！哎呦，阿妹，嚴重啊！啥，送去醫院。阿姊，走去飲茶，我去拿錢。好。哎呦，要你千條嘛？你千球？唔看，一係唔怕，一係唔怕，冇看呢，一係。一 T 恤得睇。錢，錢，貴攏地呢？哎呦，總算哦，還有條記性啦，結果送醫院啦，嗰陣哦，嘛計都唔記得啦。爸，去了啦。阿文餅，文餅，一係捱嘅錢，bằng ngày ha。文餅，爸，給阿姨嘅錢啦，爸阿姨啦。你用吃多鳥吧，你下子懂啦。啊，我唔係目標，係上妹哈。一係捱嘅錢，唔係唔嘅錢。我唔知啦，我先走啦啊，自己處理啊。阿文餅，有辦啊！皮特，哎呦，暗夜咧，唔對眼問曉，做乜嘅？哦，我哋萬年下做一次紅茶啦，根本吼落3度咧，叫人滾嘢都冇菜，做呢味啊？我冇去哪呀？
烤肉架，唔系，系高级烤肉酱。安多哎，这样哎，哎呦，这个伤得有钱呢。你会做嘛开？哦，田公杰西卡跟我抢的是烤肉啊。你马该时间变都按快啊！嘛敢爱开，清水好冇？我让撮奖撮个几啊百条天，你杰西卡跟我抢的是法，怎么？我咋个提对种的事情？讲对种的事情，怎样？因为吼过去嘅就忘记过去，你就吼应该要冇唔错，你应该放眼未来。错，你要错太久，错太久。俺就乱讲，冇再讲过对种嘅事情了嘛。冇讲，你听到吗？俺老看，好，俺懂呀，俺明年就得看下生。要是迄高级烤肉架呢？莫用煮的啊！我是乱讲，唔骗人哦。好啦，哥啊，莫老骗你讲哦。买个烤肉的东西吼，4000多钱呢，你哈有感恩意思啊？天公多少要带着东西来啊？哎呀，做对啦，哎，爆炭一包。啊？用慢用？牛烤肉架有肉，冇爆炭，你会是啥呀？哦，好啦，好啦，今个吼，一东西就不用多廿个，好，真嘅呀，用夹走。好啦，夹走，好，好。哇，晚餐这里拿一拿烤肉架，你超叫喊到好呀！我这你爱做人讲，莫再讲对着你的心，对着你的爱，对。八公。我从细到大，我冇做过麻烦事情吼，对众听听啦，好，我乖嗨，方美小姐。嗨，阿田。谢谢。不会。你爸的状况怎么样？还是一样啊。那医生怎么说？每一项检查都没问题啊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。看到谁都喊着文炳的，谁是谁都搞不清楚了。方美小姐，请你小心一点。对不起。那医生有没有开药？查不出毛病要怎么开药啊？不过医生有说再观察几天，看之后状况再说。希望阿元叔一切没事，不然你要上班，又要忙着顾戏院，将会很辛苦。我不会辛苦啦，你比较辛苦。方玉小姐，方玉小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要小心点吗？你还是把扫把给我吧。我是说你比较辛苦，最近比较少看到你休假。最近窃案频繁，社会上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氛，我哪有心情休假？窃案频繁？对，光是文炳那台车被偷之后，在另外一条街又有一辆脚踏车被偷，很多线索判断，文炳的车被偷不是单一个案，而是窃盗集团所为。这么可怕哦！方文小姐，你放心，
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有你这样的警察在，我是说，我们就安心了。这是我的本分。从我警校毕业的那一年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未来的每一天，要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，让自己值得信赖，值得依靠。好感人的告白哦，我都听到了，我听得都快哭了。不是，哎呦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啦。方伟小姐，哎，你很厉害哎，进度超快的哦。进度，对，我这个人非常讲求进度和效率。哇，这种事也可以讲效率哦。当然，你看，这是我根据各方资讯所做的计划和部署。计划和部署。计划和部署。计划和部署，我相信这样一定可以直捣横隙，无坚不摧。啊？这里是你脚踏车被偷的地方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在说。警方办案，不要开玩笑。哦，可是这里我们都找过啦，就是找不到啊。你们又不是警察，当然找不到。这是一个窃盗集团精心策划的窃案。窃盗集团？对，在你车子被偷的当天，另一条街的电器行也被偷了一辆脚踏车。这就是我那天去买电池的电器行啊。对，所以你出了电器行之后，就被窃盗集团锁定了。啊，这么可怕哦！哎呦，那这样我看我车是找不回来了啦。那未必，因为我已经锁定了一个嫌疑犯。嫌疑犯在哪里啊？没有看到啊。在巷子的末端，你们看，有一个人骑着脚踏车。根据车款的比对，那台应该就是电器行老板所失去的脚踏车。这么远哦，这么小还看得到？没办法，那附近只有一台监视器，能够拍得到这个角落，已经算很难得了。可是线索这么少，要怎么抓小偷啊？我已经根据这个线索，推断出小偷的身份。这样也能推断？太厉害了吧！这是我在警校的训练，我很感谢当时的教官，尤其是李教官，他的人格或是修养都令人非常的敬佩。想到当初那个桀骜不驯的我就觉得好了，你在演古装啊？小偷是谁啊？应该是个小学生。小学生？从这张的画面的光影和距离来计算，我推断是小学生。可是小学生为什么跟窃盗集团有关系啊？因为小学生比较不会引起人家注意。根据警方的记录，我已经锁定了所有利用青少年犯罪的组织集团。组织集团？哦，那我看那台脚踏车真的不可能找回来了啦。那未必，既然是组织集团，那他们一定会再犯案。只要等他们再动手，我们就来一个一网打尽。可是我们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动手。对，所以我有一个计划，可是必须要请你们帮忙。只要可以找回脚踏车，我都可以配合。谢谢。我需要借用你的脚踏车。我的脚踏车？对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要再用茵茵的脚踏车，然后把那些犯人再引出来。聪明。拜托，我那台脚踏车谁要偷啊？林丽，就是因为你这么矮，没有人要偷，我也所以要蹲下来跟你讲话。
你很过分呢你。我只是比较实际。所以，我想过了，只要把那台脚踏车稍微再改造一下，增加一些装饰，我想应该可以引起窃贼的注意。那只好试试看喽。谢谢。那麻烦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我们会全力配合。不是，我是说，麻烦你把这个扫把和本机还给方宇杰。谢谢。放地上就好了。好，这是干嘛？小乐，你哪位啦？我全讲全唔到。小乐，你不是亲爱，我从来就冇离开你，永远。唔系我啦，系我爸啦。啊，阿念嫂，错啦，我爸股票冇我讲快，抢钱嘅命啦。真嘅？阿念嫂，阿念嫂。阿年嫂，你阿娘用的啦，你想一下阿年嫂。唔是安用吧？马该唔是安用啊，我都还冇见你，有好几老人家，阿年嫂。唔好讲到阿爸抢尸体用的，有好冇好，乱马关系啊。你习惯都艰苦嘛，你唔知啊，你阿爸就很矮。爱阿年嫂。好啦，我爱请阿姐，阿爸哦，你先让我看等来啦。好啦。咩啊？嘿，我文兵啊，阿年嫂。阿文兵啊，嘿啊。你做乜好事？哪个事情啊？哪个事情啊？那新冠一拖问题嘛，你用慢啊！靠！事情你做，靠！我今天做了，我爱你，爱你做，照顾安容易，那就证明我对你美了，我做。文斌，还冷冇？啊？你在哭哦？冇啦，我木主有东西。那你喝汤的怎么改啊？冇啦，我看到便宜，我就买了。哦。反正我还有事情。哦。英英，迄天嘛，哪位个快开啊？冇啦，我去请文兵哥同我天妈改一下，想出来。听起来真强硬吼，写切茶
强硬条件，都无付啊，搁学啥钱？啊，听讲的啊，伊讲哦，我用两台车同个车来上去。同样几块啊？就改的引人注目一些啊，例如说加装变速器。唔是讲飞去啦，咱感觉吼空一定要较正的物件去开车好啊。一家麻烦的艺术款款。嘿哦，安尼，甲文明哥头发无？有啊，好，等你得。好。慢一开啦。什么无？几粒容易怪怪呢，条红眼样鬼个咧无？啊，迄个同几天嘛，淡见皮咧，伊太伤心的啦。错啦，天嘛吼，迄鬼条黑的。佢都冇入賠錢本期啊，人家抽獎券佢都冇，我都唔知用全賬號咧。唔是把事，该甲你调上工。你看，辣酱哦。车要跳安样的茶哦？无啦，等一下迄无。跳灯音响嘞吧？跳安样的茶，去出去大家抢袂紧看呢？诈骗集团有这么笨吗？嘿吼，但迄眼睛版拍中用好咧。咦，小倩，你用啥？隔壁有看到文表吗？无啊，我下就去亲戚，佢都冇托付卡咧啊。佢按不按哦？冇看到。唉，快咧，用个手当好啊。你要啥子嘛该啊？大法鼓啊！过来！看到咩唔做讲，就人命用个啥？哎呦，你啥地几面火炭头做乜解？买火炭做的做嘛该啊？用七条上咩地呀？唔看啦！请勿打扰，来无门就冇看到呀。阿姨，我有大天发本啊听咧，记得一下就到咧。好，哎，看到冇？哎，无啊，不呀，无人看到见呢。听说迄地多。哎呦，哎呀你哦，是样的喏。哎呀，按阳性，文表又按阳性，我个啥？一天迄文凭的天马电条件，将会上莫开啦。嘛该啊？哦，我说，一定是文凭的脚踏车被偷牵了，才会想不开啊！这么简到听不懂。真的是好过欢喜，嘿哩，还看啊！哎呀好，唔领养看呀，去吧，懂拍一条。我看他痛成那样，我还是得在旁边跟他说啊，没事。没事啊，说医药有多发达，还是有很多事情没办法解决。用哎，阿 Q，莫去讲嘢，我去养车。哎，我怎讲啊？这动枪品啊，望你按拄哦，你给用了，伊个呢，连法都无讲，准备这边来，你讲两要4分，便宜的嘛。来，两睇過見，萬緣然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見天馬。
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小意图，对面嘅三分二，从未讲你热手打招呼。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小意图，对面嘅三分二，从未讲你热手打招呼。对面嘅三分二，从未讲你热手起条。